气象署发布低温特报，下晡开始寒流落南，台东县可能只有10度尔。反正讲影响到目前当要收成的大麦时期，农改场嘛呼吁农民过节园就要做好防护。台东县大麦石溪建筑面积有2000多公顷，经过改良，1年上最当采收3届。即马当时结果采收期，菜市北农下拍卖行情上悬每公斤113块，是高贵的水果。不过即马寒流要来啊，部分果实也搁伫果树顶，有农民已经赶紧采收已经熟的大粒果，若是细粒的，就用2烟炉啊甲套掉的，互石溪会当保温。在寒流来之前，就是说做套袋、双层袋保暖的方式。农民讲，前几届寒流已经造成部分石溪果实出现闭果情形。台东县农改场表示，今年寒流的次数比过去几年有较接，这届寒流温度一定有10度左右，会影响台东县3天。建议农民架设热风网，风寒的面积大，嘛较有效果。1、2个礼拜要采收的果实啊，哈，那这个时候很容易遇到低温裂果，那这个时候利用遮风网来做处理，效果会比较好。农改场嘛提醒农民，除了风寒，嘛都爱注意落啊爱套好预防雨水，避免湿冷的天气，和大麦石溪加速闭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